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》。顶一集，大家是毋是甲咱做伙熟悉足侪台语的流行歌？敢有感觉台湾的音乐创作人才真侪？今仔要来换一个口味，要来带大家熟悉伫台湾的西方音乐。恁敢有安尼经验？每礼拜经过教会时阵，会听到内面传来真水、真感动的歌声。煞搁听无啥有因咧唱啥物，其实迄就是教会内面咧做礼拜时的圣歌队啦。今仔就要来甲大家介绍的是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圣歌队，因为这个圣歌队已经得要100岁了。不过大家一定真好奇，为什么教会内底会有圣歌队呢？这个对荷兰人伫台湾讲起了。有看过第一季第1集的朋友，应该就知影300多年前，台湾伫荷兰的统治下，就神职人员来到台湾。中间虽然经过荷兰人去互赶出台湾，西方宗教被迫暂停，但是直到约200年后的19世纪，英国长老教会来到台湾宣教，才搁重新开始西方的传教活动。伫传教活动内面，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，意思就是把好消息传出去。而且圣歌的传唱就是传福音的重要活动之一。也因为安尼，西方的音乐风格也传入来台湾啦。对着台湾经历日本时期以及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2个重要的时期，这个西方传来音乐文化发展到即马。阁是安怎变成做属伫家己的模样呢？咱今仔日就要透过即间得要100岁的台南东门圣歌队的故事，来认捌即个音乐的演变。有看顶一集的朋友一定知影，日本统治时期的公学校会教导学生唱日本的童谣，加上国语学校的音乐教育，互台湾人有机会接触西方的音乐。其实，伫同一个时期，西方宗教伫台湾设立教会甲办学校，所以开始有合唱团、有乐队、圣歌的推广，甚至到古典音乐。就因为安尼，台湾人开始接触钢琴、风琴、小提琴这种的西洋音乐。伫教会传教主日学的时阵，就对主日学开始才去学着圣诗，所以我呢，教育的媒介是完全对教会主日学念圣诗来。音乐教育是西洋的教育，也是对圣诗开始。向当时嘛无儿童合唱团，有圣歌队啊，有哪无？因为就是战争前后，对毋对？啊，拄啊战争后开始迄种话拢无真好势。啊，不过慢慢啊，战后慢慢建立了后，开始圣歌队的组织有较成。今仔日的故事主角，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圣歌队，成立伫日本时期1927年。上早的名字是东门教会赞美团，一开始是对中甲中女学生组成的，也是教会史上上早成立男女合声的圣歌队之一。讲到东门圣歌队的历史，一定要讲到台南中英女中学的音乐教育。当时英国长老教会派一位教育家吴丽芝姑娘 Miss Jessie W. Gold 担任中英女学校校长。伫吴姑娘的指挥下，
中女得到政府的认同，是一间有高等女学校程度的学校。吴姑娘也重视女学生的音乐教育，伊甲另外一位杜雪芬姑娘合作，伫假日时指挥中英、中学甲中女学生所组成的圣歌队，定期伫东门教会献诗。这所学校伫当时也吸引毋是基督徒的家庭父母的注意，将查某囝送入来中女受教育，当然也会接触到音乐教育。宿舍的学生就是中女的学生，逐礼拜下午8点半都来带来伫东门教会礼拜，迄是学生的联合礼拜。我嘛有6号人带来东门教会圣歌队，梅姑娘迄阵啊，伊嘛是专甲我带新学院的 choir， 就是诗班，所以我接触伊的时间算真长。伊是一个出名的演歌老师，但是伊教拢真好的音乐。伊参与东港的有德姑娘，阁有迄个吴姑娘，真好的宣教师，伊拢甲咱教好的音乐，教咱做好的做严格但是感觉做深刻的音乐教育圣乐的教育。拄则马丁老师提到的梅嘉莲女士，也是推动圣歌队基础训练真重要的关键。梅嘉莲女士伫1948年来到台南，受东门圣歌队邀请担任指挥。隔一年，受邀请到台南新学院教音乐，专职教学生唱歌，带领学生认捌真侪优美的西方音乐。来到新学院了后，迄个逐日12时到暗时，我早时8点礼拜，暗时5点拢有礼拜。礼拜的时阵，吟诗一定拢4部合唱嘛。我听着讲，哇，圣诗遐尼水，所以我不时的礼拜时，我无吟呢，我拢心肝咧吟，咧听迄个水的音乐。所以我会整个的迄个对音乐的认捌，教会音乐的水，细汉的时阵是听尔无了解。不过来新学院，我1955，就是民国44年，1955入新学院，才开始真正欣赏讲西洋音乐偌水，风琴咧弹偌好听。梅嘉莲女士除了训练东门圣歌队，也帮赞中女诗班的训练，同时也伫其他的所在教合唱。因为当时礼拜日，中甲中女学生组成的圣歌队有上百人，是南部教会中第一个，也是规模上大的人声合唱团体。东门教会圣歌队甚至互外国宣教师称作歌唱的教会，带动了南部教会音乐文化的发展。加上拄则提到的，因为中英女中学的音乐教育甲东门圣歌队的发展真密切，也促成女性积极参加教会音乐事工，对本土女性音乐家的培育有真大的贡献哦。阮的家族差不多拢爱音乐，所以特别我来到中女的学校的时，我一定会参加圣歌队啊，搁会参加学校合唱团老师学校搁甲我摆抒琴，本来拢是高2摆到高3，我迄当时一个高3跳来，我就高1，我就当到高3。我逐日下早拢抒琴，但是逐日抒琴拢是外口牧师来做早导的助理，伊拢无先甲你讲圣诗第几首，你摕一条谱的时候，当做你讲你弹过，我就看着升记号就甲升，看着降记号就甲降，以后变做视谱就是讲迄个 sight reading。变做足敖的迄嘛是一个好的训练。所有伫东门教会囡仔，拢伫音乐教育的环境中成长，透过学习看谱、认捌合唱，学习用台湾话练习唱圣诗。我伫东门教会11当是我上快乐的时间。我逐团先挂伫一个，妇女一个，个就是儿童嘛，一个儿童我嘛是，我会互伊唱简单的歌，但是我一定要互伊唱好的作品。因为我主修声乐，个主修钢琴我选修organ
囡仔我一定会甲因教乐理，一定乐理我一定要发声，所以我感觉教乐理甲发声就是拍底拍好势，以后要到底拢会使。迄趣味爱留咧，比如说伊有风书，但是伊有学着物，又有趣味。东门教会圣歌队有完整的团队组织，有队长、指挥、伴奏。发展到即马，结合西方合唱技巧甲本土文化元素，也带动教会圣诗本土化。东门圣歌队用家己的语言台语来吟诗。其实，伫5060年代，本土圣歌的创作也甲本土文化觉醒互相影响，开始出现了真侪甲社会关怀、本土语言有关的音乐作品。这个本土创作的前辈，用西洋的合声做基础，融合本土文化的元素，互教会音乐更加丰富，也影响了教会音乐的创作方向。黄宗伟牧师，台南圣人院长，已经咧开始甲阮教育，讲信仰的表达都爱本土化。我翻译迄个黑人灵歌的时阵，我开始咧想讲，安尼我若要互台湾人听落会感动，应该我都爱用台湾的灵歌。所以我头一个翻译的迄条歌就是《耶稣行过青青山谷》。我翻译了后，我开始想讲，我要怎样表达讲耶稣，伊就是伊开始要受难嘛，伊行过青青的山谷，迄种的孤单悲哀。我就想到台湾有口条啊。耶稣行过青青山谷，用口条的精神即马基督教新的歌词，要将口条甲变做信仰的表达。亲像是陆一德老师专心甲台湾本土语言、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圣诗的创作。促进教会音乐的本土化发展。罗老师是第35届团艺金曲奖特别奖的得主，伊也期待未来的创作者会当伫音乐内面加入汉字味，互世界看见台湾。咱长老教会对70年代开始参与民主运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所写的圣诗，我所翻译的圣诗。大部分强调伫即个公义甲信仰实在问题，所以我得到金曲奖的时阵，我就是讲安尼嘛，讲我就是咧教西方的人讲，讲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引用歌舞新说咧讲汉子毋听路途难，技巧代代传。我即马就讲，我咧创作的时阵，我爱有做汉字味，技巧会代代传。我种落去望后来。慢慢有人会听到。东门教会圣歌队目前有缘保留4部合唱，也是到今仔日少数维持4部合声的组织。合唱团目前由大提琴家戴理文老师担任指挥，也是伫即个信仰中得到音乐影响的一位优秀本土音乐家。阮主要是4部的合声，所以有男声甲女声，拢有关音甲低音，所以合起来是4部。这是足正常的传统的合声，拢是分做4部。有时当然因为曲的编排，有时有独唱，有时有分无同款的声部，有时会做伙开始入来，有时会分开。主要是这个4部的合声是。就算讲声音内底上界巴甜，个就满足所有的音响的一个编制。即摆的合唱团员也拢是济年的音乐事工，当年经过严谨的训练，会伫主日礼拜甲重要节日，譬如讲歌乐节、圣诞节中献诗，带领所有的人用诗歌进入礼拜主题。伫重要节日，也会邀请室内乐团，和东门的圣歌队有更较丰富的方式来展现赞美诗歌。
搁偌济圣诞节，我较早有讲过，阮拢会经一本完整的，敢若像咧演话剧安尼，吼，安尼甲伊铺陈过来，即个故事啊。一开始拢用唱歌较济，有时啊加 organ， 啊有一摆我加迄个 percussion， 就是打击乐器。大家拢感觉效果足好，较接近的即几天，慢慢就是上无到8个人、10几个人诶，即个圣诞节我已经增加到10几个人诶一个小乐团安尼，大家拢感觉足好诶一个服侍啊，足感动，我嘛足感动。其实上感动是阮家己，所以若会当继续落去，我当然是会当，因为服侍这项代志，无一定爱用啥物方式，我家己安尼想啦吼。啊，当然一切拢应该是放伫这前提，就是用啥物上好的声献互上帝。即摆圣歌队毋但伫教会演出，也参与社区的活动，成做一种新的文化交流。即款的行动，毋但是透过音乐，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圣歌队，搁来认捌教会。虽然即马圣歌队的团员拄到年龄的断战甲高龄化的挑战，但是透过圣歌队积极咧伫社区内底行打，以及教会对细汉就有音乐教育，未来有希望渐渐改善安尼的状况。圣歌队内底足侪足资深的队员，从少年唱到即马啊，而且我足感佩因的精神，就是基本上一定拢袂有迄个欠息的代志发生啊，所以嘛是因为有遮个前辈一直做阮的一个足稳固的一个足好的基地，变啊，搁互较少年、较新的人会愿意来这当然永远是一个挑战。我嘛真感谢东门有足侪会友来讲，也是有青少年，因从细汉嘛伫即个教会大汉，啊，佮有足侪，有可能阮即摆队员嘛有因为某一寡阮对外办的活动去引来，啊，所以伊嘛愿意来参与，阮嘛有开始有一寡新的队员来加入。对我开始接即个圣歌队，可能20几个人，无到30个，到即马若大节期。有时啊，拢用要40个，超过40个。最近就有行出去户外的演出，伫8月时阵，伫台东就有一场活动；，搁有伫10月份的时阵，伫高雄的卫武营也有一场巴克勒来台1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。东门圣歌队100年的故事，亲像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小缩影。这个西方的音乐来到台湾。渐渐成长，而且培养出本土的音乐人才，也唱出属于咱家己的乐章。
真欢喜今仔日甲大家分享无共款的台湾音乐，是毋是对圣歌队有更较深的了解呢？大家若是有缘来到台南，会当来参观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。即马教会所使用的大礼拜堂，是经过中日战争甲第二次世界大战哦。建筑物阁有留下当时战争的庆子空。这一栋100年的教会，也是即马台南市的古迹哦。后一集，咱要阁甲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本土音乐的故事。若是介意咱的节目，会记你爱试一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订阅频道，阁有爱开这个铃铃起来，才袂漏到精彩的历史故事哦。咱后一摆再会，拜拜。第一学一摆，日日都精彩。大家晚安。听了今仔日这集的故事，是毋是有更较了解圣歌队甲圣诗是啥物？嘛会当更较了解圣诗代表意义是啥物啊？这个对西方传来的音乐，伫台湾发展真侪冬啊，渐渐愈来愈有家己的风格。咱今仔日就来学习看卖。拄则故事内底讲到的几个字句，第一个合唱团，咱今仔日故事的主角，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的圣歌队，其实就是合唱团的一种。合唱团是咧指一群人组成的音乐团体，做伙来演唱歌曲。通常会分做无同款的声部，亲像高音、低音，加做和声，并且有指挥来带领演出。第二个圣歌队，拄则讲到，圣歌队其实就是合唱团的形式，唯一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圣歌队是伫教会内底专门负责用唱歌来敬拜上帝的团体。圣歌队的队员通常称作诗班，因通过演唱俄乐诗歌来带领会众敬拜，而且用这来表达对上帝的疼甲敬意。圣歌队其实不只是为着俄乐敬拜上帝，嘛有安慰人心。人甲人中间彼此交流等等的功能。第三个圣诗故事有讲到，伫基督教信仰的内面，圣诗是敬拜上帝的诗歌，吟诗也是传福音的重要活动之一。第四个推索，推索这个词。不只是一个意思，而且无同款的意思，有无同款的发音。若是要表达拒绝，也是提示，无愿意接受某一件代志，也是邀请的时阵，是讲提索。但是咱伫故事的内面讲到的推索，是指推动，也是推行某一项的代志。伫遮特别提出来，甲大家分享。第五个觉醒，故事内面有讲到，对着时间的推动，本土文化的觉醒，也影响了圣诗的创作。觉醒这个词是咧指对模糊无明，也是错误的状况中清醒起来。了解到代志的真相，而且有所了解甲改变。第六个团乐，故事内面有讲到台湾有一个奖叫做团乐金曲奖。团乐通常是咧指传统艺术，亲像咱即几集有讲到的。台湾经过了无同的时期，也发展出各种无同款的传统艺术。第七个
有缘，有缘这个字，伫生活中常常会用到，特别摕出来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华语讲的仍然、仍旧，意思就是保持无变。第八个行踏，行踏这个词有真侪意思，有的是咧指讲行路活动，有的是咧讲单纯咧指身躯的震动，譬如讲伫路上行路。不过伫故事的内面的行踏是咧指讲人甲人中间的互动交流，亲像有闲才来阮兜行踏。第九个严谨，这个词是在表达一种的态度甲行为，形容非常的认真、用心，也是详细。第十个画舞营，大家拢知影，高雄有一个画舞营艺术文化中心。其实画舞营以前是一个军事营区，是陆军新兵训练中心，后来才变成做南部的一个表演艺术场所。练习时间，第一个合唱团，合唱团，合唱团。第二个献歌队，献歌队，献歌队。第三个献诗，献诗，献诗。第四个推塞，推塞，推塞。第五个角青，角青，角青。第六个团乐，团乐，团乐。第七个游园，游园，游园。第八个行踏，行踏，行踏。第九个严谨，严谨，严谨。第十个画舞营，画舞营，画舞营。好咯，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就到这，大家爱会记得练习无？其实不管是啥物形式的音乐，拢是真水的。感谢大家收看月娘阿嬷的台语教室，咱后一届搁再见咯，拜拜。